以前我哋是報道過，高雄美濃有一張竹頭角小學堂，這係補習班有名先生嘅李義賢，同伊替中正大學教書嘅老公蔡永輝，每禮拜六都會對家兒到轉去美濃，免費同新人嚟做課後輔導，向新人嚟想要主動去學東西。去年代因哋嘅社會關懷對新人嚟延伸到大人。因哋發現中度嘅受到有年頭嘅健身人，因正工作唔穩定，生活無重心，初監歸來無依舊，容易疲嘅。故所因哋入侵嘅一塊田丘，挖一群健身人落田耕種，唔用化學肥料，唔撒藥嘅，同時帶因哋有宗教信仰，希望安尼因哋會漸漸唔是遺失毒品，恢復正常嘅生活。64歲李東升，佢啲田順。專心的幫人操嘅，上時候他們鼓上嘅很連盤，很家到積極轉來做事。來啊！有時只要見講搞大事情。就一錯啊！啊！係話事嚟講啊！講下個錯下輩啊！聽唔來啊！一當夾咪啊！李東升就像其他73人的工頭。應該做事業，應該了嘅都係佢哋發落。總講家嘅都係新嘅工種人。有啲咩都來學嘅啊，像一個羅數嘅，一兩個都成數嘅。李東升其實也唔係老工種人，佢去年剛開始下田工種，所有嘅田色都係靠寒色影響，自家伊搣出來嘅。本身你曉得啦，都寒春啦嗬。動到一樣嘅做安尼啦，都肯定要做過咪就係世界嘅嘛。地啲一個過招一樣安尼啊，像地啲基本常識、基本嘅啦，基本通常係上曉得安尼。我行業田度，當他營業係受到第三期義務課後輔導嘅設立李縣用公婆所影響。李東升見到83人，因為失托當將我被關落去，李縣就想天數見到冇過安樣繼續行下去。也聽毒品咧，咱們恐怖啊！好似我哋就想講啊，個恩養嘅咯，是他係恩養嘅咯。哦，我也沒上帝，我也沒神，但是我哋可以做一個停損點嘛。因此，是當人關出嚟過後，生活要重新建立，接着冇乜事情好做，無為正面嘅力量嚟幫佢哋，當用業要行多專業。冇做乜嘅咩，咪都冇乜好做事啊，安尼啊，咪生活都喺圈子裡面啊，安尼啊，咪都喺地背，都是要個看嘅人啊，好，所以我冇接觸到嘅人也好，都唔係嘅。另一位樣，李縣去年開始手機臨時一條路俾李東升，李東升行家貓嘅搶嘅嘢來改，啱不頭到田地路作怪嚟賣。當地嘅李作唔是錢加本家到上本體，家到一開始當天貼嘅夏天一做事。不能我哋係想講，依代同人做呢，做人一推講啊，本公司人做啊，也就唔係呢。然後呢種天數也好，真是解決我哋差蠻多問題。因為田地唔過種麥嘅孬，3分2地要130年，係講係用滾藤農法，根本冇辦法以負擔農藥化學肥料嘅錢。家哋也做結貼，用無農藥、無化學肥嘅方式嚟耕種，從嚟也係錯嘅，都用人力一幫一做。李東升少講，總講家到最多嘅就係時間。包括佢簡單嘅啊，佢只拿掂落去都做得了，他研究長嘅，你真簡單咯。按個時間過短，安尼，從人哋去變得咧，我哋唔會嘥藥嘅，我唔會去嘥藥嘅啊，就閒咩，他嗰啲很容易一頭去變蟲嘅啊。你都講出嚟就突然呀，我有人講啊，過食材啊，安尼啊，過辛苦嘅是咩？你話怕乜嘅咯？反正安尼，冇要求叫人哋做邊條路嘅。除咗種嘅當作看到嘅烹飪爐配的包熟飯條以外，用陣嘅錢，家到行家結貼，只看那啲唔係三季時節種飯瓜。呀，幾下時期都唔係種飯瓜時期，都意思講嘅呀，而家對種啊價錢又過好，咱老係皮邊呀，所以而家種飯瓜嗬，要比結果要貴少啊。台本面農嗰度人種，台本實派啊，
规球田的有冇拿来迄个哦？伊个公个同个马尾一个花粉啊，个种起个，就传染到就可以。伊就会结果啊，冇啊吼，伊会落下。因则唔系散龟，无为舒服的媒介，反qua刺叶冇办法打过接。李东生就用最啱嘅方式，等于打造那等工法、一温麻法，用人工嘅方式来舒服。都按好用咯，就出厂来打油嘅哦，好奇怪哦。有个田炮本来讲啊，重新改过干嘛？有个田啊，出厂来真是的，面冇那厂来油嘅，嗰种做嚟看啊，按做是样嘅咯，人家这个用反过咯。原来都油嘅成果对一群健身人有影响。顺通嘅亲戚朋友对其他嘅态度也天天嚟改变呢。你从古来拜古来冇相同啊，哦有贵军啊，哦有三万去做事，唔好像以前嘅18行你就卡行行样嘅，哦啊古来实讲呢，都家里人对我有很大的那个啦，也很支持我。下摆會談到你講啊，最近治安過好，我先講有一條人有樣哦，但係我感覺到啊，也不能講香港人的努力，大家都努力，但是我也不會小看我們這方面的努力。不過事情冇真嘅按順序，以前還是因為咁樣叫都都唔掉，差唔多就要放棄睇嘅。比如講，今日存3000。啊，就講剛才先分1000本吼，啊2000先很空落來，原來感覺到講捱3000捱穿的，你就應該不捱。例如講我同佢，你冇去嘅上，我硬用嘅工業探索，啊，叫我就底下3000一撞啊出去，可能安尼就有去買啊，我感覺到應該吹過嘅，啊就硬推人扛落來，結果呢，這個拉扯之間，我自己都崩潰。不過理想三啲信仰都得到嘅力量，最早嘅目的繼續堅持，也行卡每禮拜固定安排一暗部，讓健身人朋友分享信仰。希望能夠給我們力量，這樣。我們是尋求是這個力量。人本來是說真的啦，都是很脆弱的。冇人講啊，你講啊講鬼堅強樣嘅冇啊，一參啊，你啲東西都安尼啊。但是真是尋到啲東西，都講啊哦，有幫助這個心靈上能夠提升的呀，就安尼啊，堅定自己的自制力。今天世界唔散唔開，也係一條當長嘅路，啲路通到信仰嘅天數下，一群健身人天天嘅重建世界，一講拍嘅係當啲老魔鬼啲綁落白衣。有咩講完全冇嘅裝嘢到嘅嘛？哦，裝件數場嘅哦，有錢嘅哦。譬如我們一天差不多3次呀，俺那個光帶啊，變到2次啊那樣，沒按領翻啲錢啊，我捨不得用。我們覺得就是說，事實上不管怎麼樣子，接下來是怎麼樣，老實講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，但是我們可以知道，就是說我們跟他相處這段日子，他是很愉快的，所以我覺得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事情。一條出來嘢就做事，一條落山呢就結婚。本天有簡單的路途，你先攞採用微嘅生意作為開始，李東生佢就天天地轉到正常生活。當平常嘅一口甜，唔但將帶來嘅又甜又好食嘅果子，也帶來嘅人生嘅成績。